河北翻版日日有，但係今次主角係個仔。老豆拋妻棄子10幾年，今日病到仆街先揾仔買單。個仔應承咗去，但佢內心最想做嘅可能同你諗嘅完全相反。今日我哋要拆解嘅核心問題係當親情建基於背叛，所謂血濃於水，究竟係祝福定係詛咒？話說今日有個港男喺網上出 post，第一句就爆：我冇見我老豆10幾年，原因好簡單，因為同河伯一樣。佢話當年點樣苦口婆心勸個老豆唔好沉船，甚至放低狠話，衰咗我唔會理你下半世。點知個老豆一意孤行，結果終於 PK 咗。個仔決定履行承諾，我亦言出必行，講照算。最妥嘅係個老豆當年唔單止阿媽，仲埋個仔，特登約個仔出嚟扮晒嘢，話會同個內地女人分手。樓主當年仲好天真，信以為真。點知轉個頭就收到阿媽電話，話老豆要離婚。佢嬲到今日都問緊，點解要特登約我 X 吹講大話？10幾年冇見。今日老豆病咗，啲親戚打嚟叫佢幫手，佢口頭上應承咗，但係內心掙扎到就嚟爆炸。佢話自己啱啱買樓，壓力好大，金錢上、精神上，我只想自己生活。除咗6隻貓，我唔想再要有啲乜嘢責任。咁點解會心軟？全因為姑姐。樓主話同姑姐感情好好，舊年佢中完招咳幾個月，佢老人家買成1000蚊封膠我食。姑姐明明知阿哥即係樓主老豆好衰，成日恰佢，但都仲係關心佢，仲勸樓主去探病。樓主坦言，所以我點都要俾面姑姐，就係因為呢份恩情，佢焗住去咗一次，放低錢就走，電話都冇留，但應承咗姑姐聽日會再去。佢喺網上申，老實我唔想再理。樓主仲補充，佢細個屋企環境唔差，老豆揾到錢養家，但佢係喺無情嘅言語打擊下成長。老豆句經典對白係：衰仔，你睇人哋啊，邊個幾叻？PUA 情緒勒索係家常便飯，阿媽都一樣，搞到今日成家人全健在，但4分5裂。佢仲將矛頭指向喺英國嘅家姐，話係佢叫老豆過去玩，玩到整親翻嚟就煩到佢。網民反應完全兩極，一邊撐佢 block 晒啲親戚，你冇欠佢哋任何一個，支持言出必行，自己選擇自己承擔。另一邊就話嗰個始終係你老豆，血濃於水，點都割唔斷。好，新聞講完，翻嚟我哋開頭個問題，呢一種所謂嘅血緣係咪真係大晒？我哋成日聽啲阿叔阿嬸講血濃於水，用嚟叫你點都要孝順，唔可以計較。但你知唔知呢一句嘢好可能咗全世界幾百年？佢嘅真正出處，據考究原意係講一齊上戰場為對方擋過子彈嘅兄弟，呢份情義重要過齋，係有血緣關係嘅屋企人。講白啲就係你後天選擇真心對你好嘅人，先係你真正嘅家人。用翻喺樓主身上，姑姐對佢嘅好，嗰樽1000蚊封膠就係佢哋之間揀翻嚟嘅親情。而佢同個老豆之間，除咗生物學上嘅關係，仲剩翻啲乜？係恩情定係仇恨？所以下次再有人同你講點都係你老豆血濃於水，你就可以直接話俾佢知，血濃於水嘅真正意思係講緊情義大過血緣，唔好再俾人斷章取義，用嚟做道德綁架你嘅武器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唔會俾人道德綁架。